呢個係亞藝湖板塊，一年都賣唔到幾套，最閪唔生性嘅項目，而亞通龍耀。除咗亞藝湖板塊呢個得天獨厚嘅位置，雖然小區唔大，但係但凡佢生性少少，好似龍湖咁，做到戶型靚高品質，清貨都係3-2個月嘅事，唔至於好似而家咁神仙都救唔返。作為市中心寸金尺土嘅板塊，小區細大家可以理解嘅，但係你唔好連戶型都差啊！仆街。俗語都有話，一粒老鼠屎就可以搞臭一煲粥，你仲要同時擁有2粒，連個煲都要掉鳩埋，就連隔離嘅雙地鐵同埋2個公園都照你唔住。呢個係佢個大堂，但係佢嘅小區就好似一條走廊。143方嘅人淨面積，係咪覺得個廳都好寬敞呢？其實嗰個位置係一間房嚟，再配合埋呢一個2.5米左右開間嘅飯廳，比一般嘅小3房仲要窄。最慶幸嘅係佢都俾咗個長陽台你，不過進深又係得個1.2米。我喺多中介佬會同你講，其實個南向望花園都幾靚，但係佢係望住入地嘅花園。好多改善嘅樓盤做半開放式嘅廚房，都係為顯得佢更加氣派。而呢一度做半開放式廚房，係唔想暴露佢只有2.5米嘅飯廳。同時，大家有冇留意到佢呢個廚房係冇冰箱？84方就一定會有2個屎坑，但喺呢個實用率之下，我都俾唔到佢合格。84方嘅4房呢間就算係最大嘅客房，如果你唔做榻榻米嘅話，佢都放唔落一個大啲嘅衣櫃。慶幸嘅係佢最細嘅呢間房都有成10個方。算係唯一一點值得讚嘆嘅地方。佢竟然可以喺有2個屎坑嘅同時，可以放得落衣櫃，再加張1.5米嘅雙人床。我屌，差啲唔記得咗自己喺度講緊間84方嘅4房，我仲以為介紹緊間100方嘅3房。總結一句，一切都已成定局啦，起就起鳩咗啦。連咁好嘅板塊都兜唔住佢而家呢個價格，可能只有降價先解決到問題。而屏幕前嘅你覺得降到幾錢，你會為佢埋單呢？